猫了嘛？阿猫了。啊。哦，你们家叫什么名字？朦胧。啊，猫了。朦胧。啊。朦胧是猫多不多？多了嘛，一村的嘛。猫多了。啊。个猫，个猫就是阿长猫呀。一来一绕车，一绕车嘛。找这个猫。啊。为这个猫。给了个猫说。该给了，那个到啥了猫了？别家叫这饭叫这，我别可过去，别都不讲真的。别让专火闹。阿里不少嘛呀。别看到别这一生那看不见了的。我在三个家，我咱家带没有，这几牛的结婚了。那呼呼你们这边。có một bữa trời tuần sai bữa trời tu có một bữa trời tuần sai có một tuần sai ở tuần sai có một tuần sai ở từ tu ở tuần sai ở từ tu mà sao mà từ tu mà lần sai từ đó阿猫说什么？怎么啊？你啥？你啥？都那你啥？你啥？你啥？哦。哎呀，妈妈，除了这样，那是。要怎么了？咱就自己了，别拿着手，那插的。那比起穿大比起垃圾啦，毛到的干啥了？别当。从刚，从根子来找。哟。这个在哪里去？是在。他才没垃圾的，他找的。找的毛到了，这必须得回来，别杀钱，别多的些。你这边开箱。你到什么些年半年就咱们刚讲了嘞。那到这个的那个。到那边路。北路。走给路给车。和前面就是老家、潘家。老家、潘家。潘家。这是潘家。潘家、老家怎么的？那前面王家。这个是王家。这前面张家、王家、杨家。这是张家、王家。张家、王家、杨家在那边呢。我们就是一组了。一组了。一组了。累不累？累。累。那我接了。来早教费。哎呀，老妈这个要。要不吃这家，不接，咱吃干的。少点嘛。咱说碰你了。那就给我当的手。我们家当牛开去。你说你肉去。你到我口我家去嘛，到我开嘛。来路。冇背对带。冇打笔啦。冇带着。冇打笔哈，笔哈在那拿面好。人家都在场上忙了嘛，在奔马上你去，都在场里去干呀。哎呦，这他家伙把豆木头，木头倒。哎呀呀！怎么了？没呀。忙。哎呀，你咋了？哎呀，你说的。下面要了。哎呀，你说到会儿啥？你在那。忙对路。你看。哎呀，你少点啦。我们打给了。在参加。那咋参加？你好。少了。来了，这么说呢？这么那样的吧？你行吗？我到我家里，我这多几年，没事啊，要。
阿是，我买个豆大。阿冇得，啊你，哎，你莫。那可是过去了。嗯。冇得。我叫冇得。冇得，嗯，这肉包。啊包肉，包肉。啊巴造，包肉。巴造，哦，这是包肉。嗯。巴造，我没得个叫。包肉。嗯包肉，然后该该。哎，嗯。该是。盖，该。就，这了。有哪呢？好重。有哪呢？哦好了我们来摘，啊？来摘，有哪要摘，但是都好重啊。我们来摘，啊？来摘，好摘。啊哦，好摘。啊。哦。